嘛，拢袂讲，所以无怪第一个第一食饭拢烧面吼。迄这个酒杯捧过来，好一家大发财；酒杯捧过去，好一家有福气。吼，啊酒杯呢放一角，互你趁小数学；啊若酒杯放一边呢，讲共借是讲免去。我会讲，吼，啊即嘛，你看了啥嘢念啥，啊，讲好听话就对啦，好听话吼，吼啊即，所以讲呀，啊是安那，阮来背起来，啊是阮来记起来，有种拗斗。所以语言拗斗是帮助咱一世人去掉一个物件上好的即个顾道，哎，即个方式。啊，所以你只要听一遍，你可能就知影。啊，讲边边吼，咱第一个生后生，啊，讲手财大水准，或者叫好龙滚，啊，大水拢会通的吼。你看了啥，你通讲啥就对啦吼。啊，这是咱家己即个语言的特色，毋是新妇教，是做了教，毋是妇人教，是英明教，吼。啊，就是讲这语言本身的特色就是安尼吼。好，来，过来，你看哦，啊，你看咱像这种时候，你看啊，这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无去直讲啦，你看，一枯残桑桑桑，飞绿花红红红，水无？水无？水。好不好？够身体对我过来讲水话，讲水，讲水啊，好嘅滴水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，现在我来记条咧，一枯残桑桑桑，飞绿红红红，你看咱用这拗斗背方式，好，桑桑桑红红。诶，咱你囡仔自细汉咧用这个时阵吼，袂歹，因仔会晓讲家己初级地咯，无即阵咧，袂啊，桑桑桑红红，要学啥？要学吗？袂晓，你等下讲来。无骹会走，无嘴会吼，无骹总会讲个车滚动，看到无？拢拗有，会走会吼会车滚动，要学啥？你想啊，来电啊，这它不是重点，我是叫你欣赏这步道拗。我的手揽你的腰，你的骹踭放袂烧。哦，这囡仔足爱，这囡仔听这足爱，你囡仔听骹踭是足爱。我的手揽你的腰啦，你的骹踭放袂烧，你看吼，啊这骹踭你看，啊我来，你学啥？你讲我来。树顶一块碗，雨来点袂满，这大家知影，这大家知影。那个茶做成，竹做成，久敢过，啊人毋敢行，吼，各位，搁一路拗对不对？你注意到无？吼，所以，即款的俗语，即款的题材吼，袂输国语的啦，袂输啦。你看咱讲究这，吼，咱有迄文学的这个意境呢，你看，啊，茶做成，竹做成，久敢过，人毋敢行。你看，行，九怀六德，啊，这就出声吼，九怀六德，孔子讲上三日，你看，日，拗斗。所以你只要阿公只要遐孙仔讲两遍，伊就记了。九怀六德，孔子讲上三日，你叫啥？你要一字啦，但是这无重要吼。穿长衫，踏马褂，食点心，腹肚破，有啥物心吼？啊，你甲点落，爱腹肚破，知影啦吼。来讲不答案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啊，讲起吼。继续看还有水无吼？一枯残桑桑桑，飞绿花红红红，啥物话？香炉，水无？水就袂好。无骹会走，无喙会吼，无骹总会车滚斗，叫啥？海印。你讲干落，小可统计是无完全符合条件，海印该车大柄。我的手揽你的腰，你的骹踭放互火烧，安那？食薰点啊，点火有无？食薰有无？我的手揽你的腰啊，甲你夹下啊，夹下吼，水吼。讲树顶一块碗，雨来点袂满，啥物话？鸟仔收，鸟仔收，吼。啊再茶做成，竹做成，久敢过，人毋敢行，啥物话？人生意志，你讲水。你看咱囡仔自细汉爱接触这款的教育真吼，你看，啊无伊咱讲人生你嘛听无呢？你嘛听无吼？就讲吼，咱的教育甲生活吼无完全结合，啊，所以为这个本土语言来甲加强吼，来加强。啊，真正毋知这个道理，毋知这个道理吼。啊，其实是还是安尼是咯，咱这个会较欠吼。九怀六德，孔子讲上三日，啥物话？水井的井，咱是九怀，对不对？吼，九怀啊六德，九怀啊六德，孔子讲上三日，啊个穿长衫，踏马褂，食点心，腹肚破，腹头啊，迄规盘泡仔时啊无一个心里面，啊你甲点落来，
食点心的，食一点心安啦，就滑倒咯，变变起来。啊，毋过袂使，即摆咱点心袂使学放炮嘛，有限制啊。穿长衫，踏马大，食点心，杀倒大，各你看，这就是本套作品啊。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啊，对不对？迷你的小文学啊，啊，去讲究什么呢？不但有迄意象化的物件，意象化，四个条件拢有，会是阿有道，这家己来讲，老实讲，咱的家己若叫爬上去吼，这是咱即代责任，咱的罪过，真的，啊，你定咧喊囡仔讲袂晓讲家己个那时候，老实讲，囡仔无问题，是大个问题，是大个问题，是大个问题。来，讲一下俗语，我想呢，咱拢知俗语呢，是咱祖先上留下来上介重要。咱讲一个语言有内涵无内涵无咧，看俗语就知俗语。啊，这俗语的时候，我顶礼拜甲顶礼拜吼，就是去高雄应用科技大学，我就去遐同佢讲这我讲4点钟呢，较打倒的头来，我就无去啦，倒的吼。这吼，你若别人我毋敢讲吼。若要讲到俗语，到即个音乐性的时候，老实讲哦，我真少看到语言比家己接触来才精彩。所以小姐了几仔呢？你讲伊嘛对袂对啊？你讲知咱的俗语吼，偌澎湃偌清爽。啊，佮就我来讲的时候，咱的俗语的时候，拢阿嬷留落来，拢阿文道，这较是厉害。阿文道，阿文道，我就时间到，我直接讲啦吼。譬如咱咧讲，食甲流汗，安那，做老胃寒。食老爸走啊，毋是安尼呢，咱不但阿有道，咱佫足清楚足澎湃呢。讲食要规本机做到一汤匙啊！讲食哪有做哪久，对毋对？有无？啊，食嘞，哪啥物上拍好，做嘞，桃花八度，遐就你真济呢，真济吼。这是我真正尊重啦，之一啦吼。属于因为我有编过册，啊，长期吼，是我阿嬷影响，我阿嬷影响，所以吼。我吼开始就咧收集，去收集，所以我就真济吼，毋是我字册看来，是生活中听到。我阿妈定爱做来讲啊，讲钱若欠人济就袂伤啦，讲嫂某若生济就袂伤啦。讲嫂某生济袂伤啦，钱若欠人济就袂伤啦，再多不愁啊。我欠你1000块要还啊，欠你1个时候我爱还。所以嘛，差不多安尼啦。那以外叫头着，咱所有的现象、所有的道理吼，咱拢有法俗语来咧相对应，来咧对。啊，在这物件咱讲个拢无咧讲的，真可惜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就是是大人用这个教示囡仔。伊要读册啊，伊就用一寡俗语啊，互你家己去想啊，去学啊，去想啊。所以我阿嬷定讲吼，做人爱照情理哦，啊，若无天就无照大志哦，对毋对？就是讲人吼爱顺天哦，慢逆天哦。向天背弯会倒弯呢。你啊，讲你也毋是你怎讲来讲，你会倒弯。你向天背弯，谁倒弯我会对不对？你看，咱讲是好咱哦，是干净搁有力，干净有力哦。这物件咱算拢骗啦，你看这个什么呀？礼语去吼，礼语吼，我较无主张教囡仔吼。什么礼语呢？就是讲老鸨无粉头啦，鼻屎大啦吼，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啊？腰什么老尾我煞讲无呢，这我较无咧学的法吼。一寡礼语吼，就是讲吼，你教的较无遐仔，但是咱毋总爱这俗语，这真济啦吼。我上爱讲人吼，到一个坎站了时吼，通常过冲锋，做代志爱聊来吼。华语来讲叫做欲速则不达，啊，那英语呢，跟爱请教你 ，haste makes waste 吼，就讲你若愈赶步就愈早，就愈了时间啦 ，haste makes waste。啊，那台语呢，我定爱讲台语呢，咱来讲，讲诚紧，这台拢晓讲的。那安尼是台语就无够你记得。咱毋是安尼尔，咱讲紧拍无好势，紧行无好大家，紧行无好步，紧走无好路，紧做无好果，紧行就歹收尾，有无？啊，紧事爱看办，真济。啊，聊聊来，慢慢来，豆豆来，慢慢来，看来，一大堆，吼，像即款的吼。来，
咱才来念一落啊吼。要是讲有影，咱连台语、较俗语较是有影吼，拢真正拢拗有斗，拢拗有斗吼。来，食到老，变到进来，食到老汗，做到肺寒，紧行好好步，紧走好好路，好歹在心内，水流袂啊烧翻来，心歹无人知，喙歹上厉害。即两句是我咧伫参与大学时咧教遐囡仔诶图了时，我一直甲因教即句。你心歹无人知，你喙歹你上厉害，喙叫人家己吐水，对毋对吼？好歹在心内，喙流袂啊人烧翻来。服务要做歹做，啊，歹做咧，因为吼，伊每一工所拄着人客吼，伊无法度用请客啦。有可能一寡人客是伊香港来香客，嘛有一寡是伊澳门来澳客啊。香客澳客你袂当决定啊。但是拢是人客啊，拢是人客啊，这条件就伫遮啦。吼，有人客做好啊，有人客真正会讲糟蹋啦，有无吼？但是伊总是爱小款待，小款待吼。向天，你第开始来，向天飞暖，下倒暖。我作解，头年头了一世人徛，下日问候，第二当道，水花伫别人丛，水某咧伫别人房，人歹看伊遮咧，古怪，迄水花拢伫别人丛，水某伫别人房，若水查起来拢过路人，过路人，就是，人歹看人，我毋知影珍惜家己拥有，当时感觉别人较好。这就是说，这内底有足侪假是我真介意这个俗语吼，真介意这个俗语。吼，我以前有捌顶过啊，因为吼，销路袂歹款，几啊千本来炸有啊吼，所以我拢讲啦，你若对这有兴趣的时吼，毋免买，你去我网站，我内底就藏差不多900句吼，就是即款嘞，因为我收的俗语就拢拗文斗，伊爱读起时，我感觉较刷拍吼，较刷拍。好，这安尼到遮了啦吼，过来吼，过来吼要播歌。咱台湾要播歌，就讲嘛，要偷等啊，吼偷等，你看有歌有曲心头酸，无歌无曲的迄上红。我是播歌改生活，毋是播歌内底即思君啊。日间无听我分声，夜间无看我分影，我分出我才歹名，夫妻叫做牵较命。天顶落雨地下阴，世间无人才晓心，无情无义真沾浸，骹背洗水毋如啉。这一个啥物呢？这个平湖的，这个平湖的，我看伊要唱你听无？我看，这平湖的市卡，你看伊捌字啊？这就是真正无怪唱法啦。后来伊扣条啊来。你若去平湖吼，平湖一个叫做较无大馆，会去参观，我讲真正意思吼。因遐拢做了解，规个平湖，老的少年拢会晓吼。这是嘛？这就是伊个学拢，红赛伊讨爱掠伊，无伫个，囝拢无伫个时阵，伫遐咧家己消遣，看到啥伊就念啥，这就是吼。重要讲，我重要讲来讲，你讲拢拗有斗吼，拗有斗，所以后来就发展发展就即块吼，这若是乌迪啦，还是西市，还是即个社内，就知影吼，这我捌讲过吼，门口一站休息站，休息病了毋知人，先生来看好无烦，大声的来看好当当真快。国火车行到阿公店，无饲歹水毋知调，阿君找羊无走闪。安娘找君害无将，讲拢拗斗嘛，这叫转斗嘛。什么转斗就讲做啥？长人慢当，掂笑。以前人捌字伊当用这，这文字哦是后来吼，经过日本的时代之后去遐整理的。以前是无字的啊，无字的，是口耳相传，现在记会起来，你看咯。因为像迄个歌词哦，敢若暗句了是4句拢拗文斗句吼，拢拗文斗句。不但安尼哦，佫会当唱哦，佫会当会顶，来甲笑一下无？你记一个，你记一个，来，你记一个，来讲喊一拍啦。你记一个，
会唱咧，袂晓对不对？毋过我若起着晓对不对？来，听看。门口一张手啊是张，就是别人不知啦。先是来看风啊无目，还是来看好当当。安尼好啊，你听台湾，你听台湾，你听台湾。要专门来讲歌歌吼，来过呢，啊，首先嘛是我半暝月圆入西空，偏偏叫我酒空房，搁个酒，毋是咧手啊，酒，酒馆的酒，酒空房，关空将我紧紧送去隔壁借房，酒大房四点钟吼。你看，西空酒空房，紧紧送借房，啊有照顾。讲若讲结婚约伫甘蔗沟，大家拢知影，以前也嘛咧约会呢，毋是即摆咧约会了。是较保守，较无较公开，但是约会啊，好野人伫后岁，善食人伫甘蔗。哦，甘蔗，哦，讲结婚约伫甘蔗沟，正迄拍甲做。